最近睇咗一套國產劇《大生意人》，哇！呢套劇真係可以用一言難盡、匪夷所思嚟形容。其實同大部分國產劇一樣，你會睇到佢哋製作成本啊、演員陣容啊、服裝攝影等等質量好似都好高，但係偏偏就係喺個編劇上面或者導演嘅手法度出晒事啊！劇情係完全唔合邏輯，根本對觀眾嚟講係完全投入唔到，因為太假啦。對我嚟講，一套劇好唔好睇，最緊要係睇有冇追看性，同埋可唔可以令到我可以投入喺套劇入邊。咁喺大生意人呢套劇呢，就依兩點都係做唔到咯，因為我覺得佢第一集已經出晒事。咁我一陣會慢慢再解釋一下。呢套劇我最後係成功睇到頭6集嘅，我都覺得自己好犀利啊啦。咁呢套劇係講男主角陳曉係一個被發配到寧古塔做奴役嘅人，睇佢點樣一步一步咁樣以佢嘅聰明才智同生意頭腦，最後成為一個大生意人。但係喺頭6集都完全睇唔到男主角點聰明過人，有啲咩過人之處。先講第一集，首先都欣賞呢套劇將我哋成日睇古裝劇都會聽到嘅寧古塔，即係啲皇帝好中意將啲壞人啊發配到去寧古塔永世為奴，係一個非常淒慘嘅地方。但係呢套劇裏面佢設計到寧古塔係別有一番天地，有自己嘅生態圈、經濟圈，咁樣喺寧古塔入邊，各人自給自足，豐衣足食，完全睇唔到有咩淒慘嘅地方，要做苦力啊、折磨人啊嘅地方係完全睇唔到。啲地方環境啊、啲建築物啊又好雅致啊，咁呢個都唔緊要嘅，其實都幾新鮮、幾特別嘅設計。咁我就滿心期待睇佢嘅劇情啦。咁點知就喺第一集度講嘅一單生意係買一啲好珍貴嘅人參之類嘅嘢啦。咁咧陳曉咧就係專喺寧古塔啊做通商嘅中間人啊，即係類似而家嘅經紀角色咁啦。咁我就諗住佢應該會表達到陳曉做生意應該係好有頭腦、好有天分，但係第一集就已經出事啦。喺佢做中間人嘅過程裏面，竟然冇驗過貨咯。嗰條咁貴嘅人參就係因為佢冇驗過貨。最後交易嘅時候攞出嚟嗰盒人參，竟然係一盒空盒，跟住仲因為咁而死埋人添。咁我覺得最大責任會唔會其實就係喺個男主角度呢？點解你交易前連打開個盒都懶呢？我信你。要看貨嗎？不看了，你們交易的時候我再看吧。咁我當時已經睇到好莫名其妙啦。跟住講到寧古塔入邊有一個話事嘅將軍，咁呢個將軍呢，就係好殘暴啊，係壞人嚟。咁啊男主角呢，就係類似喺將軍之下嘅一人，但係寧古塔千人之上嘅生意人。但係最後男主角就決定要着草離開寧古塔，咁佢就綁架咗個將軍啦。咁呢個時候導演又想表達陳曉其實係可以殺咗個將軍，但係最後陳曉唔殺個將軍，淨係綁架佢，因為佢唔想一世都做罪人。我就諗吓，咁你就算唔殺個將軍，你去綁架個將軍，咁唔通就唔係罪人咯？還沒見過犯人綁棍呢，你逃不掉。好，咁跟住繼續講到男主角着草嘅時候啦，因為佢冇殺到個將軍，個將軍一定追殺翻阿男主角啦。咁去到一個冰天雪地嘅情況之下，咁咧陳曉就諗住係隱藏喺一隊混鹽嘅商隊裏面去逃走咁樣。咁然後到將軍追到嚟啦，喺千鈞一髮之際，陳曉就叮一聲諗到點樣可以避開到將軍嘅追殺。我有個辦法可以死裏逃生。咁我一心就諗住睇吓有啲咩咁犀利嘅絕招啦，點知原來就係匿埋喺啲貨物入邊，即係匿埋喺個大嘅運貨箱入邊。哇，咁絕嘅招使鬼你諗咩？最後又係常見嘅招數啦，啲壞人攞支長槍篤下篤下咁，因為男主角有主角光環嘅情況之下，篤嚟篤去都篤唔中佢啦。好啦，咁跟住然後講佢一路同運鹽嗰個商人喺度傾偈啊，講生意之道咁樣。咁我心諗，你男主角都係寧古塔度做商人啊、經紀啊，都做咗咁多年咯。但係去到嗰個運鹽嘅商人面前，好似咩都唔識咁奇怪嘅。好啦，咁之後講男主角成功逃脫咗之後，
就講佢哋要接另一單生意，就係要運啲貨物去科爾沁草原。咁話說科爾沁呢個地方咧就打緊仗，所以冇商隊咧夠膽去呢個地方運貨去嗰度，簡直就係九死一生。但喺男主角一行人去科爾沁嘅過程，只係見到一個難題，就係要經過一個泥潭啊、沼澤嘅地方，然後直接去到科爾沁嘅時候，係一片非常和平、好平靜嘅草原嚟嘅，完全係睇唔到呢個科爾沁有幾咁兇險，係完全睇唔到得個講字，同埋女主角身陷泥潭嗰一幕拍得真係好假咯。好啦，咁到咗科爾沁嘅時候呢，咁佢哋一行人呢又遇到另一個難題喎，咁又遇到另一個壞將軍啊，想將佢哋嗰啲貨品落格唔俾錢，同埋諗住殺埋人添。咁男主角一行人呢都洞悉到呢個危機，跟住男主角呢又好似諗到絕招咁樣，話可以解決呢個危機。原來就係諗住一個人騎住匹馬衝入戰場，穿過戰火去揾草原嘅大佬同佢報串嗰個壞將軍，真係匪夷所思，莫名其妙。咁結果又係喺主角光環之下啦，咁男主角一個人騎住隻馬衝過戰場，任何物理攻擊啊、遠程攻擊啊，對主角都係無效啊，淨係跌咗落馬。咁呢個時候女主角又莫名其妙咁出現，哇！原來女主角仲犀利喎，又係一人一騎穿插喺戰場中，如入無人之境，再加上超高超嘅弓箭技術。原來女主角係一名射手嚟，一戰一個小朋友，最後仲英雄救美，將男主角扶上馬，最後成功去到草原大佬嘅帳幕前，咁就俾士兵包圍捉住咗啦。但係草原方面仲莫名其妙喎，明明捉到2個刺客，但係竟然係將個女刺客就咁放去入去佢哋草原大王嘅帳篷入邊，真係就咁放入去，大佬刺客嚟，跟住草原大佬同埋草原女王入去個帳篷度，又發現唔到匿埋嘅女主角，唉，跟住突然間又有另外一個草原民族嘅大王入嚟個帳篷度，仲攞住2把火槍腰挾持草原大佬，但係附近一個護衛一個士兵都冇噃，又冇人搜身啊，真係好出奇咯。跟住嗰個時候女主角又唔知喺邊度數出嚟喺背後殺咗嗰個壞人咯，跟住又講佢因為殺咗呢個威脅草原大佬嘅壞人之後，咁嗰個草原女王就收咗佢做契女，變成咗草原嘅格格。喂，大佬，呢個來歷不明嘅刺客無啦啦喺你面前殺咗人，第一時間應該捉住佢審問下先啦，你都唔知佢咩人，有冇咩危險性？最離譜係仲要收埋另一個來歷不明嘅男主角，將佢變埋草原駙馬天波。哇，咁兒戲嘅，睇到呢度咁，我終於都頂唔順啦，直接放棄咗呢套劇。咁當然我覺得呢套劇都有佢嘅特定觀眾嘅，咁我覺得如果你係真係好得閒又好孤單，想開住套劇有啲聲聽下，又有男主角個靚仔樣睇下，同埋最緊要你係唔使好專心去睇套劇，唔驚浪費咗套好劇嘅情況之下，咁呢套劇係 OK 噶。咁最後想講埋男女主角，咁男主角陳曉我自己本身幾中意嘅，覺得呢套劇入面嘅表現都 OK， 只可惜係個劇本問題啦。跟住就要講個女主角啦，我並唔認識呢位女演員嘅，但佢可以擔當女一呢個位置，或者應該係付出咗唔少努力嘅。但以事論事嚟講，喺演技上面始終感覺未夠成熟，而氣質方面，如果做女一嚟講，我確實覺得係爭緊啲歷練咯。而顏值方面就各花入各眼啦，我又唔想話太否定一個人個樣貌嘅。不過正所謂有比較就有傷害，我睇翻呢套劇嘅女配角李純真係好大對比咯。兩位女演員無論樣貌同埋氣質方面，咁我覺得呢套劇係嘅，如果揾李純做女主角，成件事又可能會好啲咯。好啦，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下次再見，拜拜。